約翰雷克事工，富里布雷克，屬天醫治訓練系列，總共有19期，第9期，2022年中文翻譯修訂版。想聯繫事工嘅話，請登錄網頁 www.donlifenicese.com，請關注心意更新公眾號。在第57頁嚟睇以弗所書1章3節，我哋會稍微往前睇一點，因為我哋想講完敘利腓尼基婦人。第57頁最上面話，呢個迦南婦人無同神立約，注意呢兩個人都係為咗別人嘅醫治或救贖嚟記，你明白嗎？你可以為其他人有信心，呢個非常之重要，哪怕一個人唔係基督徒，都能為別人有信心，睇唔睇到？甚至唔係基督徒，但佢哋有信心別人能得救，佢哋同邊個講嘢？耶穌。佢哋既然得咗醫治同拯救，我哋必須打破呢種觀念，通往神嘅管道存在等級階層，我哋必須通過呢個管道先可以讓佢做啲事，我哋必須打破呢個，並且意識到，我哋喺地上代表佢，我哋有嚟自神國嘅全力支持，做成一切要成就嘅事。耶穌實際上拒絕咗迦南婦人，話不好拿兒女的餅丟給狗吃，呢個直接指出佢同神無立約關係。呢個都話俾我哋知，醫治同救贖係兒女嘅餅。耶穌叫佢嘅門徒為日用嘅飲食禱告，亦即係每日必須嘅醫治同救贖。耶穌都講，佢係從天上降落嚟生命嘅糧，佢就係我哋嘅醫治，佢唔係擁有我哋嘅醫治，或者俾我哋醫治，佢就係我哋嘅醫治，佢嘅生命喺我哋裏面就係醫治。如果我哋擁有佢，我哋已經擁有咗醫治。你要意識到，聖經話，如果神將耶穌俾我哋，豈唔將關乎生命嘅事同佢一同白白嘅賜俾我哋嗎？呢個並唔係話，因為佢俾咗耶穌你，佢會加上呢啲嘢，而係話，豈唔將萬物同佢一同俾我哋？呢個意味住咩？當我哋得到佢，呢個係我話俾每個人知。當耶穌搬嚟，佢將所有嘅嘢都帶埋嚟。阿門。佢擁有咩？所有嘅一切。聖經上話俾我哋知，我哋係神嘅後嗣，同基督同作後嗣，意味住無論佢有咩，我哋都會有。如果我哋擁有佢所擁有嘅，問題就唔在於我哋從佢獲得啲咩，我哋已經得到啦。你哋明白嗎？如果最近你聽過我對天國嘅教導，關於天國我哋講咗好多。佢話，第一，天父樂意將國賜俾你，然後話，神的國不是頂所能見的。神的國就在你們心裏。路加福音17章20節至21節。而家諗下，天父樂意將天國賜俾你，天國就喺你裏面，佢住喺你裏面，被你擁有。我哋有呢個寶劍放喺瓦器裏，呢個天上嘅財寶包含咗一切。跟以弗所書1章3節，我們已經蒙了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。這就是以弗所書1章3節話俾我哋知，我哋已經得到啦。感謝神。呢個係過去式，已經俾咗我哋天上所有屬靈嘅祝福，所以你無將要得到嘅祝福，只有你已經得到嘅祝福。等我俾你快速舉兩個例子。當我意識到呢一點，呢兩件事都讓我非常嘅沮喪。一件係我買咗一個聖經節目返嚟，因為係原裝光盤，所以唔使下載。我買咗呢個節目係因為我覺得好抵，然後我就將佢下載到我嘅電腦上面，我將光碟放入去。佢嘅包裝盒上話有600本書，裏面有注解、聖經等等。我諗呢個價格買600本書真係好唔錯，係好貴，但都算抵。600本書叫我拎喺手太容易啦。當我將光碟放入去，佢就顯示一個項目，上面有回細細嘅圖標，就好似一把掛鎖。因為我買咗6本書嘅掛鎖係開住嘅，另外嘅594本書都係鎖住嘅。我要俾每本我想打開嘅書，另外再付費。每當我見到呢啲，我就會好難過。唔係話因為要買我就嬲，呢個唔緊要，而係佢已經喺個光碟上面啦，我竟然睇唔到，係呢個令我嬲。講另一件事，我而家開嘅育空，我為呢個頭痛咗1年。呢架車已經買返嚟3、4年啦，等我買返嚟，開咗1年，
嗰年我個仔冇同我一齊去旅行，然後佢要同我一齊旅行，佢話將玉空俾我嚟裝車，聽日早上我開返嚟，我哋就出發。嗰晚佢就將揸車返屋企，第二日佢返嚟，我哋準備出門，佢將車匙拎喺手上，我想話俾我車匙，因為我要開車，就咁簡單。我話俾我車匙，佢話等陣，佢就撳咗一下個掣，車就開咗啦。因為我冇見到佢撳掣，佢就咁做，我就問邊個喺架車入面，佢話你仲未知道咩？我話你喺度講咩？佢話睇下呢個，然後撳下個掣，閂咗又再開，佢又撳咗一次，架車再次啟動。我話你點整㗎？佢話你唔知咩？我話唔知，我真係唔知道。佢話你可以咁做，呢度有個座位，可以加熱座椅等等。佢話睇下，我將座椅加熱器打開啦，我就諗真記咩？如果喺上去12月我喺丹佛時，我早知道就幾好呢，真係凍壞咗，我冇辦法唔跑出去發動架黑車，將暖氣打開，啟動所有嘅嘢。佢話你真係唔知道呢啲功能咩？我話冇啊，我唔知道佢可以咁做，一直以嚟我都被祝福嘅，但我唔知道我有咗呢啲祝福，佢一直都喺度，但係多年嚟我竟然冇經歷到呢啲祝福，盡管我已經有。每當我意識到呢一點，神就提醒我以弗所書1章3節，神話喺天國都係一樣，所有嘅祝福已經賜下啦。你將呢啲嘢到處亂放，冇拎起嚟，呢啲嘢你冇用，冇拉捉到呢啲嘢。佢話你已經得到咗天上各樣屬靈嘅福氣，我唔需要俾你任何祝福，佢哋已經賜下啦。我就一下子覺得，我想知道嗰啲祝福係咩？主啊，我要快啲拎返呢啲祝福，呢個就係我想讓你明白的。醫治唔係你要讓神嚟做嘅事，佢已經俾咗，已經付上咗代價啦，已經建立咗啦。信心嘅部分就已經嚟啦。每當你決定相信，呢個已經完成咗，已經付上代價啦。你要上去話俾人知，神已經為你做咗呢個，已經完成咗。我要讓你知道，奉耶穌記名，你已經被醫治啦。你唔使問佢哋任何問題。我再舉個例子，你哋要明白，我哋冇跟上章節記進度，就好似尋日咁。尋日我太該傲啦，呢個就係點解今日跟唔上。我喺章節進度上做得好好，你必須意識到，首先係我寫咗呢本書，我寫咗呢個手冊，我要講嘅已經寫咗喺度，我可能唔會讀俾你聽。我哋講到嘅時候，你哋會意識到，我哋已經都講過啦，我就唔使讀啦。你過嚟唔係為咗我讀俾你聽，佢嘅美妙之處在於，如果我跟隨聖靈，佢就會帶出你所需要嘅，喺最合適嘅時候放喺嗰度，回答你哋嘅問題。當你裏面有問題，神會俾你答案。我甚至都唔知道問題係咩，只要我一講，你會話係，呢個就係我要問嘅。神就係咁樣運作嘅。如果一陣我讀佢可能喺好後面，我哋跳過之後，嗰個問題仲喺嗰度，你可能聽唔入去我講嘅其他嘢，因為你嘅面上仲帶住疑問，所以神知道咩時候做咩嘢。呢個手冊係骨架，係結構，但神藉住聖靈將肉放上去。你明白我喺度講咩？放上肌肉同所有嘅基建組織，令佢成為有生命嘅嘢。阿門。呢個就係點解我哋要咁做。我哋睇下呢度，我哋可以繼續。我哋已經講過啦，我哋已經喺第8章啦，其他嘅已經講過，但我想俾你哋舉個例子。仲記得耶穌返到自己嘅家鄉，佢入去會堂，嚴格嚟講，係喺佢開始教導之前，佢見到一個婦人入嚟會堂，佢彎住腰，腰彎得好厲害，一啲都直唔到。注意，如果你反轉頭嚟讀整個故事，佢實際上係咁講，呢個婦人就係咁彎住腰。我哋唔知道具體幾耐，但佢已經咁樣18年。諗下呢個18年啦，耶穌開始醫治。法利賽人講嘅第一句話係，另外有6日可以醫治，而家不應該做呢件事，唔好做任何醫治服侍。而家係安息日，你唔可以咁做。仲有另外6日可以醫治，佢已經病咗18年啦，有好多另外嘅6日，佢應該得到醫治，唔係咩？
所以嗰日耶穌就喺嗰度，最後佢嚟醫治。有一次，我喺布盧明頓，布盧明頓分屬兩個城市，有伊利諾斯州記布盧明頓，呢個係正常記伊利諾斯州。當你到一個地步要叫一個城市做正常，你就知道佢並唔正常，即係咁講。我哋喺正常記嗰段，喺嗰度教屬天醫治，最後一晚有醫治服侍，嗰度有一個女人坐喺輪椅上7年啦，佢出咗一次車禍。當我哋開始服侍，我就行落講台，同佢講嘢，問佢點樣，發生咗咩事。他話7年前我出咗一場車禍。我問佢醫生點講，佢話佢哋揾唔到任何問題，冇任何損傷，亦都冇骨折，佢哋揾唔到原因。我就仔細咁聽，當我問你問題，我喺度聽緊一啲關鍵詞。當佢話醫生冇發現任何問題，叮一聲，我就明白啦。我哋唔使對付你嘅身體，你唔需要醫治，你需要自由。呢個唔係身體上記，呢個係喺靈裏面，呢個係邪靈將你陷喺呢個情形裏面。我話我哋要咁做，我話虛弱記靈，我而家就打破你嘅能力，我釋放佢得自由。而家你要離開佢。我講得好大聲，好強有力。我話好啦，而家你企喺度，佢就企起身。佢真係好軟弱，坐輪椅7年，你嘅肌肉萎縮就好軟弱。我就叫佢起身，我將佢帶到講台上面，嗰度係唯一能夠行路嘅地方，其他地方到處都係人，冇空間。我先扶住佢走。一開始我叫佢伸出手臂，我用我嘅手臂托住佢，我冇捉住佢嘅手，我係咁樣雙臂交叉，所以我將手放喺佢手上，其實係咁樣做嘅。我喺下面扶住，我就開始行，佢嘅手臂都向前，佢行得搖搖晃晃嘅，我就俾佢一點力去扶住，唔係托住佢。我唔係托住佢，我只係俾佢一點支持，等佢保持平衡。我哋就咁走。當我哋走到講台嘅盡頭，我哋轉身，佢都慢慢嘅轉身，我哋又開始反轉走。嗰時我就話好啦，而家稍微後退一啲，我哋行得討人過女遠。我後退得越多，最後我嘅手只係放喺佢手裏面，我哋冇握住，我都冇托住佢，我哋只係掂住隻手。然後我話睇下你自己，你可以行啦。我睇下。一開始我將一隻手放低，佢就開始搖，我即刻扶住，冇問題。你仲未太習慣，我睇下。好，睇下你自己。我完全放開我嘅手，佢開始行走。佢望一望，佢嘅家人都喺嗰度，佢喺呢度。他抬頭望，我話睇下你自己，你被醫治啦。佢嘅屋企人，2個女兒同丈夫都企喺嗰度。佢抬頭望望，又睇下佢哋，就跑去佢哋嗰度。佢已經7年冇行過路，他開始跑起嚟啦。大家都喺度驚嘆，大家都喺度歡呼。然後我話好啦，等等，佢哋返咗去。當佢走返去輪椅嗰度，我話唔好返去輪椅度，你要將佢趕出去，唔好讓佢返嚟。你再返去，你就會被困喺裏面，唔好再入去。所以佢又返嚟，每個人都喺度鼓掌。當佢開始返去，有個同我哋同工嘅姊妹，佢喺嗰個州嘅主管，佢喺後面，佢同我差唔多高，佢坐喺後面嘅椅子度，因為佢睇唔清前面嘅人，佢就企喺張椅子上面。當呢個女人行返去，我坐喺嗰度開始講嘢，我冇注意到，當佢穿過人群，佢走向人群嘅時候，佢又開始搖晃，就從正常反到去搖晃。我冇見到佢，但係後面嗰個女人見到佢，突然嗰個女人就抬頭挺胸，又去反正常啦。呢度有2個原因，第一，肌肉記憶，佢嘅肌肉仲係好軟弱，冇力量，我哋需要幫助佢恢復力量，呢個要一段嘅時間，佢係立即得醫治，但恢復力量需要一啲嘅時間。問題係當佢開始行路，佢嘅肌肉又開始影響佢好似以前咁樣，我哋必須要再次提醒，唔得，要正常行走，佢必須要有意識嘅思考，正常行走，直到肌肉恢復力量。如果我哋唔咁做，等佢走咗之後，雖然佢被醫治，但佢仲會東歪西倒咁行路，邊個知道要幾耐，直到佢恢復力量。我哋知道魔鬼可能會對佢講大話，話唔係啊，
就係咁樣啦，最多就係咁樣，佢就會留喺嗰種狀況裏面。喺嗰個之後，大家變得好安靜，因為嗰個女人大嗌大叫，等等記，然後每個人都期待我話，睇到嗎？睇到呢個部分嗎？開始講道，相反，我話，睇到啱啱發生啲咩嘛？我話，呢個係對教會嘅控訴，大家就似喺度緊咩？我哋講緊咩？嗰個女人啱啱得醫治，我話嗰個女人曾經坐喺輪椅上，當你坐喺輪椅上，唔單單係你喺輪椅上，你成個家庭都會被捆綁，因為佢哋唔能夠將佢單獨留低，佢哋唔可以唔照顧佢，整個家庭都被捆綁。我話，呢個女人坐喺輪椅上，佢嘅家庭被捆綁，佢被捆綁。我話佢冇辦法唔等到7年先會有人嚟，奉耶穌記名發話，打破虛弱嘅靈記力。呢個係撒旦手下最武力嘅、最小最弱嘅小鬼，最容易被打敗。任何基督徒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話我打破你嘅捆綁，而家就出嚟啦，佢就可以得自由。相反，佢冇辦法唔等7年，直到我記出現。呢個係對教會嘅控訴。我話你必須開始奉耶穌記名行使權能同權柄，然後佢哋就明白啦。我唔係想破壞特會，但大家喺需要明白。我唔係嚟表演嘅，我去嗰度係為咗訓練裝備，讓大家能夠影響佢哋嘅城市、佢哋嘅國家同佢哋所在嘅地區。呢個唔係關於我進入呢個領域，唔係因為我要揾工作，我進入呢個係因為我埋葬咗我嘅女兒，我學咗一啲有用嘅嘢，我哋開始分享出嚟。呢個就係點解我要咁做。等我話你知，我係有機會服侍之前就咁做啦。我記得我自己使錢去各地報道，而家都係咁樣。好多時候，尤其係海外，我哋會使錢去嗰度，我哋自己俾錢去嗰度，我哋就照住有記安頓落嚟，等等。點解？因為我哋唔想成為教會嘅負擔，我哋想成為教會嘅祝福。我之所以企喺呢度，我想俾你哋意識到，呢個已經喺我哋裏面，唔係神要賜俾我哋啲咩，而係我哋已經有啦。我哋要做嘅，你哋有咁多嘅祝福，咁多嘅機會，咁多嘅恩賜，所有呢啲都已經喺你哋身上啦。我成日話俾人聽，如果我去教會，去嗰度服侍，我會話俾佢哋聽，我嚟呢度唔係要俾你哋啲咩，我嚟呢度就係一個目的，等你哋睇到自己已經擁有嘅，同教你點樣使用佢，就係咁。我喺度唔係要做俾你哋能力之類嘅，唔該。我點解要咁做？如果你同神有連結，你已經得到啦。如果你有耶穌，你就擁有咗一切。當佢搬入嚟，佢帶埋佢所有嘅嘢。我成日用嘅例子就係史蒂夫喬在斯，但有時我都會比爾蓋茨，我會話比爾蓋茨好有錢。我聽講佢嘅屋係點樣起嘅，當佢行入間屋，一切都預先設定好嘅，可以認出佢，一切都係佢想要嘅。我諗，識得高科技嘅人好自然屋企都係咁樣。我話，想象一下，如果比爾蓋茨打電話俾你話，嘿，聽住，我而家要開會，係喺你嗰度，就喺你附近嘅街上，我真係唔想住酒店，你可唔可以俾我同你住一段時間呢？你會本能咁話，唔係啊，我知道你習慣咗咩嘢寄房，我既唔係呢種，唔得，你去第二度啦。但如果你勝過你自己，你話，或者咁，我諗你可以留喺呢度。佢話，好啦，聽住，我想搬過嚟，我有啲嘢要帶嚟，我想將事情安排好，因為我已經習慣咗一種生活方式。如果我入嚟嘅話，你介意我重新裝修一下你間房嗎？然後你就話，事實上，你可以搬入嚟，係，你就搬入嚟，就好似自己屋企一樣。唔好客氣，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嘅，把佢收好，加上你要嘅，你就即管嚟啦。坦白講，想象一下佢會俾你留低咩樣嘅房子。如果佢搬入嚟，佢唔會搬入窩棚，就算佢搬入嚟，佢都唔會俾佢保持原樣。當佢搬進嚟，會修理好佢，佢會帶佢所有嘅嘢，你將會因此受益。點解？就係因為佢搬入嚟，耶穌就係咁，當佢搬入嚟，將所有一切都帶埋嚟，佢帶嚟醫治，佢帶嚟救贖，佢帶嚟恩賜，
所有嘅一切都跟住佢入嚟。點解？因為佢係萬王之王，佢唔會呆喺垃圾篋裏。佢搬係嚟嘅時候，你可能係垃圾堆，但佢唔會俾你繼續做個垃圾堆。阿門。佢重新創造咗你，重新修整你，等你復原，完全重新裝備咗你，將所有舊記都拆除啦，放一切新記入去。阿門。一旦你明白咗，一切都會改變，你嘅生活改變，你嘅人生觀都會改變，一切都會改變。呢個就係點解我同安東尼講發表咗聲明，我哋開始咗新造嘅人。佢改變咗一切，佢的確發生咗，佢確實係從本質上改變咗，並且持續改變。當你發現一切都喺你裏面，呢個就係點解當你嚟學屬天醫治，大家嚟學，因為呢個係屬天嘅醫治，呢個真係唔止係屬天醫治，關鍵係認識你喺基督裏面嘅身份。一旦你發現咗你喺基督裏面嘅身份，耶穌醫治唔單單因為佢可以醫治，佢醫治係因為佢嘅本性，佢醫治係因為佢有一個父，佢醫治係因為要向我哋展示呢位父，天父嘅天性，天父嘅性格。佢醫治唔係因為我哋嚟睇睇呢個係咩，你會中意嘅，佢冇咁做，佢係為咗滿足人嘅需要，因為呢個係天父嘅性情，呢個就係我哋要明白嘅。呢個唔係我哋嘗試去明白點樣操縱神等事情發生，係關於我哋相信神所講嘅，領會我哋喺佢裏面嘅身份，我哋喺佢裏面所擁有嘅，我哋嘅信心都會變得有效。當我哋認知我哋裏面一切嘅美善都喺基督耶穌裏，當你這咁做，所有一切就開始運行啦。突然間，你意識到你要嘅，你都已經得到啦。好多年啦。我無為自己禱告過咩嘢？點解？因為我要做嘅係承認我已經得到啦。感謝你天父，我感謝你已經滿足咗我嘅需要，我感謝你已經滿足咗呢個需求，感謝你睇到我一路走嚟，而家我喺呢度，祝福就喺嗰度等住我所需要嘅就出現啦。所以一旦你明白啦，一旦你明白咗你喺基督裏係邊個，醫治就變得好簡單啦。我啱啱開始嘅時候，一切都好簡單，一二三，好似咁樣。點解？因為呢啲係教條，醫治唔再係教義，我好難咁教。一二三四，點解？因為佢唔係咁樣，係我本來嘅樣子，係屬於我嘅部分。呢個係讓我驚奇嘅一點。當我開始教屬天醫治，我必須一一去睇一啲要點，我必須提醒自己咩嘢係聖牛，因為佢哋對我嚟講唔係聖牛，你明白我講咩嘛？佢哋唔喺我裏面，啲人會講呢個點樣，嗰個點樣，呢個係咩事？唔係，我甚至都冇諗過，點解？唔係喺我身上，我已經反駁咗世代詛咒，我已經反駁咗呢點，反駁咗嗰點，而家呢啲係真理，所以對我嚟講，我甚至唔去諗聖牛，我唔係話我全然無，相信我，當你撫養孩子等佢哋去質疑。佢哋質疑一切，甚至包括你，好多次啦。我講過好多次，我嘅孩子話：爸爸，嗰個唔係真家，因為呢個原因，我哋要咁做。但點解我哋唔咁樣做？嗰個唔係聖經，我哋係啱嘅。我從嚟都冇諗過，佢哋會將問題帶俾你，因為你唔需要挑戰呢啲嘢，你需要有人為你挑戰佢哋，因為對你嚟講，呢個係你生活嘅一部分。你需要有人去挑戰佢，然後問點解唔咁樣，然後到一個時候你話我哋要咁樣做，點解？點解我哋要咁做？因為我講咗，呢個就係原因，呢個就係點解我哋要咁做，呢個就係點解你必須堅持立場，但你需要意識到你係邊個，呢個係好有用。等我哋進入第8部分，第61頁，我哋從雅各書開始，我哋講到邊個嘅信心。我哋已經話俾你知，信心能起作用，你可以因信心得醫治一切嘅病，無論你想要咩嘢，所有你需要嘅，甚至唔淨係你需要嘅，無論你想要咩嘢，神會將呢啲嘢帶俾你。你憑住信心讓應許成就。雅各書5章13節，你們中間有受苦的呢，他就該禱告。呢個就係你嘅解決方案。如果呢度有一個問題，呢度就有一個神聖嘅解決方案。如果你受苦，祈禱啦，有喜樂嘅，
喜樂記解決方案就係唱歌，我唔知道需唔需要解決方案，如果需要，呢個就係，如果你喜樂，咁就唱歌。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。注意佢無講，等病人受到責，就係因為佢哋病咗，無講，等病人分析佢哋嘅生命，確保無罪。如果呢個係解決方案，點會唔寫喺上面？佢話，聽住，如果你病咗，首先我哋應該指出，如果你翻去睇新約嘅歷史，雅各書係寫好記第一卷書，最早放喺嗰度。根據大部分嘅資料，而家佢哋會話你知，寫低呢本書好可能係用嚟做新基督徒嘅入門書，因為如果你通讀雅各書，關於如何過基督徒生活，你需要知道嘅每個方面都喺雅各書裏面。你唔知道點樣待人，佢話你知點樣待人。聽住，你需要知道點樣留意自己嘅說話。當你嚟到你嘅教會，你應該對待佢哋。如果佢哋着得唔得體，無做啲咩，你應該點樣去做？每一個細節，所有你需要知道嘅，關於點樣信靠神，活出生命，都喺雅各書裏面。每當有人，特別喺呢度，如果有人重生咗，我知道喺教會裏面，人一般建議去讀約翰福音，我唔會咁做。點解？約翰話我寫低呢啲，係為咗讓人知道耶穌係基督。如果人已經重生啦，佢哋知道㗎。我唔係話讀約翰福音唔好，佢非常好。如果你俾新信徒睇約翰福音，呢個對新信徒嚟講係一本大書，但雅各書就5章，好簡單，容易讀。你可以將佢打印成一個手冊俾人話，呢度講到點樣做事，關於基督徒基本嘅生活，佢係本好好嘅入門書。如果呢個新信徒病咗，佢點算？佢可以話我病咗，等我讀下雅寫嘅書信，睇下佢係點講嘅。病咗，我呢度，你們中間有病了的，我應該點做呢？他就應該請教會的長老來。係，我需要叫一個長老嚟。點解？因為我病咗，當長老嚟。注意呢度，他們就係長老，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為他禱告，出於信心的祈禱。出於邊個嘅信心禱告？長老記係要救那病人或醫治病人，主必叫他起來。他若犯了罪，也必蒙赦免。注意，係長老出於信心所做嘅祈禱，醫治咗病人，甚至都唔係病人本人嘅祈禱。佢哋喺呢一點上係無責任。點解？因為佢哋係新人，佢哋可能唔知道所有嘅嘢，佢哋需要幫助，所以長老嚟啦。呢個都等你知道。如果你喺教會組織裏，或喺教會嘅領層，作為一個長老，你要能夠醫治病人。如果你唔能夠醫治，就唔能夠叫做長老。係啊，如果唔係，羊好快就會瘦落嚟，就會讓羊群有損。就係咁講，呢個係一個測試。係，我哋中意你，希望你嚟做長老。你只要將嗰個人醫好就得啦。只要你能夠做到，你就可以做長老。做唔到，就唔好做長老。注意呢度，出於長老信心嘅祈禱，可以醫治嗰個病人，靠咩做到㗎？出於信心嘅祈禱。注意呢度冇提到神嘅旨意，根本冇咁講，淨係講等佢哋出於信心嚟祈禱。信心嘅祈禱係咩？我哋確切知道有邊個做咗信心嘅禱告，啱，係耶穌，但你揾唔到佢祈禱，只係揾到佢發話。所以出於信心嘅祈禱，喺技術上嚟講並唔係祈禱，而係講出神嘅旨意，吩咐神嘅旨意成就。呢個就係佢講，我哋稱為主禱文。佢話願你的國降臨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你會注意到，嚴格嚟講，呢個唔係一個問題，佢唔係請求，係命令，係對事實嘅陳述。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哋要咁樣為每件事禱告。當我講被醫治，我喺度講咩？等同於講你嘅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呢個就係我做嘅。注意呢度，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來。他若犯了罪，也必蒙赦免。注意，每種病都從罪嚟。呢個觀點喺呢度被證明係錯誤嘅，
因為佢話如果每種病都係由罪引起嘅，就無如果。既然呢度有如果，咁就表示每種病未必都係由罪引起嘅，即使係嘅話，即使佢犯咗罪，哪怕係罪造成嘅，都必蒙赦免。當你出於信心禱告，命令人得醫治，罪就被除掉啦。點解？因為神既同在就喺嗰度，喺佢既同在裏面有滿足嘅喜樂，所有問題即刻都被解決啦。耶穌講咗相同嘅話，佢話你既罪被赦免啦。佢哋話你唔可以咁做，耶穌話或者講你的罪赦了，或者講你起來行走，哪一樣容易呢？但要叫你們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，就對癱子說：起來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耶穌話咩都得，你可以話罪被赦免，或者講病得醫治。佢話唔在於你講咩嘢，目的係咩？目的係要得自由，目的係要變得正常，要得復原，與神和好。我想讓你哋明白，我哋關於醫治嘅觀念受到好大嘅限制，以至於神都被限制住。我想講下個部分之前，我提到過一個腰唔可以直嘅女人，我想將呢個故事講完。你會注意到聖經上話，耶穌見到佢就叫佢嚟，對佢話：女人，你脫離呢個病。如果你成篇咁讀，你唔會發現第二啲內容提到問咗佢咩問題，詢問任何有關佢嘅問題。令人驚奇嘅係，佢講咗一樣嘅說話，同喺不是大池邊嘅人一樣。佢聽到呢個人，知道多年嚟佢一直處於呢種狀態。佢對呢個女人講咗咩嘢？呢個就係我想指出嘅。當耶穌見到佢，就叫佢過嚟，對佢話：注意，耶穌講咗咩嘢？女人，你脫離這病了。記住呢句話，你脫離這病了。後嚟當耶穌講到呢件事，佢話要知道呢個女人，佢本來係亞伯拉罕嘅後裔，被撒旦捆綁咗呢18年，唔通佢唔應該被釋放嗎？唔應該解開佢嘅綁嗎？第一，佢話呢個係撒旦做嘅，佢咁樣做咗18年，耶穌將呢個比作受捆綁，佢冇講，你唔該慶幸一直係咁樣嗎？你學咗18年啦，神一直要教你學功課，耶穌冇咁講。注意，仲有咩係佢冇講？當女人出現，耶穌講咗咩嘢？佢話：女人，你脫離這病了，即係咩啊？呢個正係耶穌所講噶，就係佢被派嚟要做嘅。喺路加福音第4章，佢話他被差遣報告被擄的得釋放。呢個唔係一個提議，好多教會都係咁樣，好多教會提議自由。你想被醫治嗎？請到前面嚟，我哋會禱告，我哋就禱告，睇下神點做。等我哋祈禱。如果你想得自由，就到前面嚟。呢個係提議自由。耶穌所做嘅係宣告自由。女人，你自由啦。呢個就係宣告佢得自由。呢個就係點解有人話我哋需要問人嗎？唔使，你唔使提議，你可以宣告佢。點解？因為耶穌付上咗代價。無論幾時你嚟宣告，大能就喺嗰度，讓呢一切發生。呢度嘅重點係注意佢冇講啲咩。女人，你有幾大嘅信心嗎？女人，你成日做11奉獻嗎？你生命仲有冇咩罪？你到底做咗啲咩令你嘅腰彎咗18年？注意，所有都係今日啲人會問嘅，但呢啲唔係耶穌講。耶穌就簡單咁講：女人，你脫離這病了。點解？因為當你有能力釋放人得自由，你真係唔會在乎佢哋點解被捆綁嘅，你就係釋放佢哋得自由。然後你門徒訓練佢哋，你話如果呢個係由罪引起嘅，唔好再犯罪啦，唔好再做啦。你想知道點樣自由，咁就嚟同我哋同行，你就訓練佢哋做門徒。你從呢度聽出神嘅心意嘛？呢個唔係。等我哋試下操神，讓人得自由。坦白講，如果你咁諗，呢個已經出咗問題。我哋需要認識到，神想讓人自由，佢想用我哋去做。點解？當我哋讓佢哋得自由，我哋可以話係耶穌做嘅。有人話，如果神想要醫治我，佢唔需要藉住人嘅手，佢可以醫治我目前嘅情況。係，
然後你就跑去見醫生，醫生會話，我睇下，呢個係治癒，你話係，呢個好神奇。如果係有人嚟幫你按手，話奉耶穌記名，你就唔可以歸功俾神以外嘅任何嘢。神能夠用佢想要記方式醫治我，佢唔需要用人。好啊，咁就照佢想要記，佢想要記方式係，佢話手按病人，佢哋就必好。如果你真係信佢能夠做任何佢想做記，咁就照佢講佢想做記方式去做。我只係唔信所謂記信心醫治，我都唔信。我相信屬天醫治，我記信心在於神，我記信心唔係醫治，我相信神，佢係醫治者。阿門。等我哋再嚟睇啲例子。馬可福音第16章，我哋已經讀過啦，嚟讀第18節，佢話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啦。呢度講信徒按手喺唔信記病人身上。再一次注意，先喺雅各書係長老記信心讓病人得醫治，唔係病人記信心。喺馬可福音第16章係信徒記信心，唔係唔信記病人記信心。你唔可以指望病人有信心，呢個就係點解佢哋係非信徒，信徒有信心。但如果佢哋係非信徒，非信徒記定義就係無信心嘅人。人會話非信徒係唔會有信心記，咁你點樣得救基？你係有信心記非信徒，呢個就講明你記信心可以救你。我哋有咁樣記想法，我哋頭腦裏面有固有嘅嘢，我哋必須拆除佢哋，因為唔係咁樣。我哋有咁樣嘅想法，無人會去質疑佢。正因為咁，我哋先一直諗住，我哋必須而家就去挑戰呢啲嘢。一個人有信心係好重要嘅。我會向你哋展示呢啲，你哋去讀第62頁，上面有提到。例如第62頁，好多時候耶穌話，照着你們的信心給你們成全吧。每當耶穌見到一個人表現出信心，佢就會稱讚。呢度有好多耶穌醫治第三方嘅例子，你記信心可以為你帶嚟醫治。有人行出基督記權柄就可以為你帶嚟醫治。好多醫治係有人代表病人得嚟記，本人可以唔在場。點解代表記人能為唔在場記人有信心，我卻唔能夠為我面前記人有信心呢？你明白我嘅意思嗎？啲人總係會問，我哋能唔能夠代表其他人？當然。我哋可以企喺代理記位置上，呢個人會被醫治記。如果我哋能夠做到呢點，我點解唔能夠對企喺面前記人有信心？呢個有咩唔同？我記信心能為相隔好遠記人效力，見到嘛？我哋記推理係無意義記。例如，啲人會話，有唔同嘅人為佢哋禱告咗好多次，佢哋都話俾我知一啲生命當中記罪，我已經自我省察，無罪啦。我唔知道我犯咗咩嘢罪，我求聖靈顯明我記罪，佢咩都冇俾我見到。首先，如果你求聖靈顯明你記罪，佢冇顯明，咁就係無罪，因為佢記工作就係俾你知罪。如果你問佢，佢要做記就係俾你知道。當你一講，佢冇顯明俾我睇，但我知道裏面有罪，咁樣你就轉換咗立場，你係指責佢冇做該做嘅嘢，咁樣係好危險。第二點。啲人會講，我會問佢，你喺我嘅醫治隊裏面做咩？我係嚟醫治記，我希望能有用，因為我排另一個醫治隊係無用。然後佢哋話我有罪，因為你上嚟要醫治，你內心深處明白，佢哋講俾你記並唔係真記，因為你嚟到呢度係期待被醫治記。如果你記生命中有罪，如果你相信你裏面有罪，而你唔信神會醫治你。你嚟我呢度排隊醫治啲咩呢？只有咁樣先講得通。你記內心深處知道，即使你生命裏面有罪，神都會醫治你。如果唔係，你絕對唔會嚟排隊醫治。而家睇第63頁，我哋講到呢度就結束。我哋嚟睇創世記20章7節，呢個係亞伯拉罕同亞比米勒之間嘅故事。亞比米勒係個異教徒記王，亞伯拉罕對亞比米勒講大話。講撒拉係佢嘅妹妹，呢個異教徒記王要帶走撒拉，然後喺半夜。注意睇第3節，神喺夜間藉着夢向亞比米勒顯現，呢個係神對一個異教徒講嘢，甚至唔係一個同神有聯繫嘅人，對佢講，你係個死人啊，呢個唔係一個好詞，唔係咩？想象一下，因為你娶了那個女人來，
她原是別人的妻子。亞比米勒仲未親近撒拉，佢話：主啊，連有義的國你也要毀減嗎？你要殺了我，殺了所有人嗎？睇落去第7節，現在你把這人的妻子歸還他，因為他是先知，他要為你禱告，使你存活。神唔喺嗰度咩？點解神唔直接醫治佢？注意，佢話唔係，等亞伯拉罕為你禱告，呢個人係先知，你要將佢寄妻子還俾佢，你去揾先知。點解？因為神賜俾人喺地上記權柄，可以為佢發話。約翰衛斯理話，其實好多人都講過，約翰衛斯理話，神喺呢個世上都做唔到咩？除非佢先讓一個人禱告。注意，佢話佢要為你禱告，使你存活。呢個就係當時發生記，亞伯拉罕為亞比米勒禱告，佢就活落嚟。喺創世記第19章，我就係俾你哋一啲基本嘅嘢。第27節，亞伯拉罕清早起來，到了他從前站在耶和華面前的地方，向所多瑪和蛾摩拉與平原的全地觀看。不料那地方煙氣上騰，如同燒窯一般。當神毀滅平原諸城的時候，他紀念亞伯拉罕。正在傾覆羅得所住之城嘅時候，就打發羅得從傾覆之中出嚟。注意，羅得得救係因為神顧念亞伯拉罕，係亞伯拉罕令羅得得救。呢個唔關羅得嘅信心，而係神偏愛亞伯拉罕。幾年前，我哋可以睇到呢啲情況喺唔同嘅人身上發生。幾年前，我尋日應該冇講過，仿我喺弗吉尼亞嘅基爾馬諾克，就喺水面上，就喺岸邊。咩嘢都冇，冇互聯網，連電話服務都冇，咩都冇。喺嗰陣時，我已經每日接聽超過100個電話啦，都係代禱事項，很多生死攸關嘅情況。當我到咗基爾馬諾克，我記手機唔可以工作，冇電話，咩都冇，但佢會轉到語音信箱，可以接通，記錄低，但我唔可以覆電話，咩都做唔到。我喺嗰度留咗1個禮拜。完成咗特會，整個過程好順利。然後當我要離開啦，我拎住手機嘗試去接收信號。當我開車開到市區界限，我就將手機伸出窗外，盡可能試住接收信號。當我記手機一接收到信號，我就開始聽到佢喺度下載語音，就係叮叮記聲音，持續不斷記，直到語音信箱完全滿咗，所以我就開始聽。當我聽到第3個語音，係我到嗰日打嚟記，打電話嘅人係完全癲咗。富里弟兄，請禱告，好抱歉，佢要去醫院，醫生覺得佢唔可以活啦，情況好差。富里弟兄，請禱告。等我聽到，已經係1個星期之後啦。我喺度諗呢個情況真係唔係太好，因為好多時候唔係生就係死。我就聽完個語音，打算去邊度回覆電話，所以我一直喺度聽。大約20個電話之後，突然我嘅語音信箱裏傳嚟同一個人嘅聲音，呢個已經係2日後啦。佢話：富里弟兄，多謝你嘅禱告，佢無事啦，已經將佢送返屋企啦。我感覺真係好差，我根本咩都冇做，卻受到感謝。我就諗，主啊，我要俾嗰個病人電話，揾出發生咗咩事。我就問發生咗咩事，呢個係點樣發生機？我永遠都唔會忘記，我太太就係同我一齊喺車裏面，我同神講呢啲嘢，佢就講嘢，佢話你同我一齊得榮譽，我就諗咩啊？我從嚟冇聽過類似嘅說話。佢話你同我一齊得咗榮譽，我話好，你俾我經文，佢就俾我睇，他們尚未求告，我就應允，我話好，請同我解釋一下。佢話我知道佢哋會揾你，你會禱告，你會滿懷信心咁禱告，佢哋會得到醫治，所以我跳過咗你，喺你回覆電話前，我就醫治咗啦。嗰一日就好似其他情形一樣，我講過記每一個例子，神變大啦，神喺我嘅眼中放大。我開始意識到你係偉大嘅神，你可以充充足足成就一切，超過我嘅所想所求。如果我將你限制喺我嘅所想所求，你只可以做咁多。但如果我認識到你可以做得更大，我能夠睇到咁多，但你能夠做到更多，你開始意識到神係更加大嘅，
我就意識到呢個令我諗起另一個情形。幾年前，我揾到奧斯本記錄像，嗰啲早期我聽過嘅人，我絕對唔會忘記。我睇咗奧斯本記視頻，好明顯呢個係老視頻，50年代記，佢展示咗一啲喺爪葵、喺海地，仲有印尼等國家嘅特會，展示咗大量嘅人群，佢會企喺度祈禱。佢話：主啊，呢度嘅人太多啦。嗰個時候佢會為每個人祈禱。隨住人群越嚟越大，佢唔到啦，佢向神祈禱話：我做唔到，冇辦法為每一個人祈禱。神問佢：我有幾偉大？佢話：神啊，你係神，你係偉大嘅。神話：我偉大到能醫好一個人嗎？佢話：當然啦。神話：如果你只係做一個祈禱，我有冇偉大到一次可以醫治5個人？佢話：係，你可以，你係神，你能夠做到。神話：我能夠一次醫好50個人嗎？佢話：可以，你係神。神話：咁500人呢？我能夠一次醫治500人嗎？佢話：主啊，你係神，你可以一次醫治所有嘅病人。神話：呢個就我等你明白嘅，你只要做一次祈禱，我就會醫好群中所有嘅人。奧斯本嗰晚就起嚟，佢試下，佢唔係已經有咗信心，明白呢種方式係可行嘅、有效嘅，佢試一試，試咗呢個辦法，佢行出去，然後祈禱。佢講佢做咗一個祈禱，然後伸出佢嘅手，佢話：奉耶穌嘅名得醫治。佢話：如果你被醫治咗，你有拐杖，就舉起你嘅拐杖；你有手杖，就舉起你嘅手杖。你有咩唔能夠做嘅，而家嚟做。佢話：成千上萬嘅拐杖同手杖開始舉起嚟，佢哋被傳到前面，結束嘅時候，講台上嘅拐杖手杖堆成咗山。佢講，嗰日佢明白咗，神能夠做嘅遠唔止一次只醫治一個人。我記得，當我聽到呢句話，我開始意識到神的確非常強大。我哋必須認識到係我哋限制咗神，神係唔受限制。我哋嘅限制咗神，因為我哋唔俾佢成為神，成為佢所能成為嘅一切。阿門。我哋試住將神限制喺我哋嘅小盒子裏面，我哋限制咗佢，冇認識到你係神。等我哋嚟睇你做神嘅事，只有神先可以做嘅事。阿門。當呢啲事情發生，觀察一下人嘅反應，我哋可以再次討論所有嘅嘢。呢個每一個我都標出邊個係醫治嘅人，邊個係有信心嘅人，邊個係被醫治嘅人。咁樣做嘅目的係想話俾你哋知，喺所有呢啲案例裏面，我都有我所講嘅第三方醫治。耶穌係醫治者，然後有人有信心，佢哋嘅信心被用嚟醫治其他人。我哋可以為別人有信心。阿門。如果你做唔到，如果你想讓死人復活，咁就係浪費時間。如果你想服侍海倫海勒咁樣嘅人，無聽覺、無視覺，咩嘢都冇，你點樣先可以讓佢哋有信心？你唔可以。信道係從聽道嚟㗎，佢哋要可以聽到先得。重點在於，我哋會睇一下呢度，就俾你哋休息啦。我諗應該要休息啦。等我哋返嚟再講。我想俾你哋知道，如果講我哋係代表耶穌嘅，就好似從佢手中得到能力，傳俾人一樣容易。就好似我話俾每個人知，呢個有幾容易，將人哋嘅錢俾出去，呢個真係好容易。呢個等你喺度做嘅時候睇嚟好好。阿門。每個人都認為你好慷慨，你話，嘿，你唔知道，佢俾咗我錢，你拎去吧，太容易啦。呢個就同醫治一模一樣，你將別人嘅能力俾出去，你連於神，能力從你呢度流出去，就係咁簡單。阿門。我哋去食晏啦。